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5月2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7篇，箴言第2章第1节到第5节，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4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教导。诗篇23篇，大卫提到的那位大牧者是提供羊群所有需要、保护、引导，并且教导、管教的。教导是得福音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摩西他不但是颁布了10诫，更有613条的摩西律法规范。另外，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初期，他就是以教导这些跟随者为基础，并且在他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也在大使命当中来吩咐他们要将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他们来遵行。现今的基督徒更应当要勤读圣经，明白主的教导，来跟随他，这样才能被称为他的门徒。就如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新的诫命，他所说的：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也看到所罗门王，他也教导他的孩子们，因此就留下了箴言，我们说智慧之言，给世人可以去学习遵守。箴言第2章第1节到第5节，年轻人要学习我的教导，不可忘记我给你的指示，要聪明，要听明智的训言，明白它的意义。是的，要追求知识，要寻求领悟，要像寻求银子一样的热心，要搜索宝藏一样的认真。这样你就会领悟什么是敬畏上主，明白什么是认识上帝。教会生活当中彼此相爱，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生活上即便是家人、亲人，也不见得容易我们看到在宣教初期，保罗和他的好朋友巴拿巴也曾经因为是否要让年轻的马可再度的跟随，有了非常严重的纷争。但就如同牧师经常提醒的，我们可以有意见不同，但是千万不要落到意见不合。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15章36节到41节的记载，保罗跟巴拿巴的纷争。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让我们再回到从前传布主道的各村镇去，看看信徒们的情况。巴拿巴想带约翰、马可一起去，可是保罗不同意，因为前次他不肯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工作，在庞菲利亚离开了他们。他们两个人为了这件事情剧烈的争执，终于分手。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到塞浦路斯去，保罗则选择西拉，蒙信徒们把他们叫做在主恩典的眷顾中后，也离开了。他走遍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兼顾各地教会弟兄姐妹们的信心。我们在后面的哥罗西书第4章看到
保罗他提到了马可，我们也看到了马可的一个转变，也看到保罗对马可的再度的接纳。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基督徒的特质，要彼此接纳，即便是意见不相同，也要彼此相爱。诗篇67篇，上帝啊，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求你以仁慈待我们，求你使全世界知道你的旨意，万国知道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人人颂赞你，愿万民都称颂你，愿万国欣喜欢呼，因为你以公义审判万民，你带领世上各国。上帝啊，愿人人颂赞你，愿万民都称颂你。土地生产谷物，上帝，我们的上帝赐福给我们，上帝赐福给我们，愿天下万民都敬畏他。感谢主使我们得救，求主帮助我们领受教导，遵行主的诫命，来成为主忠心的仆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